机器人。我要做一台飞机。耶！大家来吃饼干喽！耶！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哎，等一下哦，你们刚玩完粘土，要先去晒树才可以。晒树就是洗手的意思啊。哦，好，那我马上去晒树。晒树。那大家也要记得哦，吃东西前一定要先去晒树，才不会把病菌吃到肚子里面呢。耶，回来了！彤彤姐姐，那我们可以开动了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哇，这个饼干好香哦！那等一下吃完饼干，不要忘记去捅嘴哦。捅嘴就是漱口。没问题。我妈妈说，吃完东西之后要捅嘴，才不会蛀牙哦。没错没错，大家要一起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哦。那你们要记得，吃东西前要记得晒树。那吃完东西之后要捅嘴。哇，亮亮、默默好棒哦！晒树，晒树，洗手，晒树，晒树，洗手。有饼干，我要吃。等一下，猫猫，吃东西前要先晒树。那我先吃水果。哎呦，不行啦！就说吃东西前要先晒树。好啦。捅嘴，捅嘴，漱口，捅嘴，捅嘴，漱口。饼干好好吃哦。但是吃完东西要记得捅嘴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吃饱啦。哇，默默好棒哦，把饭都吃光喽。那等等记得去捅嘴哦。好。晒树还有捅嘴这两句客家话，你学起来了吗？